我同家姐好似冇乜話題啊。面對呢個難題，我同我同事展開激烈嘅討論，得出嚟嘅結論係同女仔冇話題係因為見識太少，所以我哋決定向公司申請幾日有薪假期同埋少量旅費，衝出香港飛去台灣，見識當地嘅風土人情。而男仔頭亦都係一個好老闆，佢好爽快咁樣答應咗。本集節目由 Insta360X4 贊助。X4 係一部新推出嘅 8K 全景相機，係目前所有同類產品之中最高畫質。你可以將相機連接 Insta360嘅手機 App， 即刻可以後製或者導出影片。App 入邊有個全新運鏡功能，有 AI 直接幫你運鏡取景，你睇幾方便。嚟到台灣，我有啲感觸。還有多久我才能在你身邊？好歌，感觸還感觸，正經嘢始終都係要做。今次嚟台灣，我一定要見識下呢一度嘅風土人情，試下同啲當地人打開話匣子。唔想去翻啲旅遊景點啊，因為嗰度全部都係啲旅客嚟嘅。我要揾嘅係要揾原汁原味嘅台灣人。有 ，OK， 再來2次好，可不可以？啊！現在台灣台北那邊有什麼地方是很多年輕人會去的？信義區。什麼？信義區。就是夜店。夜店。酒吧。夜店酒吧。應該是中山站。中山站。好，謝謝。大哥，我可以問你一個問題嗎？最多台灣年輕人的是在哪裡？去西門町。西門町，好，西門町，謝謝謝謝。經過我哋琴日嘅明查暗訪之下咧，我哋今日第一站咧就首先去中山先啦，再去西門町，然後最後再去信義區，好冇？哦。係。喂，有車啊！上車 ，go go go， 走。喂，出面火警，迷你嘅佢哋啲消防車。佢迷你火警。我嚟之前做咗少少資料搜集嘅，以前呢度咧就有好多啲五金鋪啊，或者賣二手車零件嘅鋪頭嘅。咁依家咧變咗好多啲小店啊，一啲文化小館啊，同埋一啲 coffee shop 咁樣，就方便我哋啲咁嘅文青去打卡。你係文青咩？我係文青，我成身都係紋身㗎。呢度有啲嘢飲賣喎。躺平喎，好啱我嘅人生宗旨喎。時不時困。佢講嘢咁啱聽，就買佢。佢有杯自稱係全世界最好喝的綠豆沙喎。我唔信。我都唔信嘅，我而家就係證實一下。點算啊？冇手，冇計啦，又要買廣告啦。X4咧，佢就有呢個配件咧，可以俾你黐住背囊，然後咧你就咁啲嘢縮落去 ，lock 實，搞撚掂。係，搞掂。呢度靚係幾靚啊！我哋似乎俾人呃咗啊！沿途望出街外都係冇乜靚女嘅。有住啦，我哋咩料㗎啦？我哋有呢部機全部影晒㗎啦嘛。翻去今次呢條片攞錢啦，不如。呢度嘅平均年齡係高少少嘅呢度。如果我想送女生一些禮物，應該送什麼給他們好啊？對，妹妹哦。妹妹，妹就小東西啊，這些。可以放東西嗎？可以啊。這個多少錢啊？這個350。350？是真皮的。什麼？牛的皮啦。牛皮。對，牛皮啦。真的牛皮呀！真的啦。他應該會喜歡吧？我會啦，這個女生都喜歡你送我啊。你一定要付出一些東西給我。我跟你回家。好吧，但是我台灣沒有家，我只有酒店。走，阿姨一起去，阿姨一起去。啊，我飯店啊，謝謝，謝謝。哎，是不是跟我回酒店？好啦，拜拜。為咗慶祝今次能夠識到台灣嘅女仔，雖然年紀大咗少少，但係我都決定慶祝一番，放飛自我。沿途望出這愛是盛放的戀愛，而我有個秘密亦無害，落日飛馳。哎呀！
中山區就行完啦。雖然呢度咧真係尾啊，真係冇乜咩？啱啱你傾到好投契喎。係好開心，係多女，但係年紀都有翻咁上下喎。開正你嗰飯咯。哦，你係師奶殺手添。聽講西門町好多真係冇後生㗎，係咪真㗎？係咯。啱啱你話呢度多領你嘢喎。唔係領我嘢，係領琴晚嗰啲人。嚟到西門町，好慚愧，我依然係唔知點樣同陌生人打開話匣子。得個望字啊，望喎。我係放膽啲。我唔係唔放膽啊，咁係咩啊？係咩啊？我唔知點做啊！依家係諗唔到，係。我知道要做啲咩啦。鄙視咗你一下。啱啱上網 search 咗啦，咪有棟咧紅色嗰棟樓嘅，紅樓舊。啱啱嗰度咯。話明嗰邊有濃厚嘅文化氣息。高。西門町嗰邊紅樓嗰邊咧，一排都係基吧咯。嚇！嚟到紅樓，情況都係咁。其實我比誰都要落寞。雖然今日嚟到西門町識唔到靚女，但係起碼都打咗個卡，紅樓到此一遊。私は forever。行啦，無啦啦行咗嚟龍山寺都有嘅。唔通呢個係神嘅旨意？姻緣啊，拜好出名㗎呢個。喂，啱晒你羅夫。入去拜拜先咯。拜拜先啦，得唔得㗎？唔使錢㗎嘛，係咪啊？應該唔使嘅。哦，嚟啦！我就係話我可唔可以有錢過李嘉誠？佢話我唔得。月老喎，究竟我可唔可以又揾一個又靚女、身材又好、性格又好，唔會亂咁使我啲錢？如果有嘅話，就應承我啦。哈！哎呀，冇啊！我再問多你一次。係。冇喎。算啦，無人強求啦，不如呢啲嘢。呢啲嘢的確係唔可以人哋好難做嘅，月老都好難做嘅。唉，無謂令你難做啦，我都係走啦，我。估唔到，連月老都唔批准我今年出鋪啊！唔通今晚我注定都係冇着落？正常啊。你望下你個樣先，月老都可能望到你個樣，我覺得你唔得咧。就係唔通就係見到我樣就唔應承我？而家唯有嚟大道情呢一度散下心，睇下。睇下我哋右邊先咯。哇！拍照啊！哦，拍照，當然可以啦。當然可以啦。喂，有着落。唔通係神嘅旨意，無啦旨意我嚟大道情？快啲幫人影靚啲，影靚啲，四個你頂得住。好，但係我出名影得齊嘅。A B C D E。謝謝，拜拜。啱啱個大好機會都唔識珍惜啊！真係。你浪費晒咯，人哋主動埋到嚟。咁你而家就哇，個鐵騎咁型嘅，唔得，我都要咁有型。哎呀！叮叮。喂。真係方便啊！咁樣晾住，第一人稱，好似玩 GTA 咁啊！有冇倒瀉啊，大佬？喺呢個時候一定係要買翻2支啤酒，然後望下日落，坐喺度扮下 emo 咁樣嘅，係少少咯。OK，係時候扮嘢啦。呢度唔用航拍真係嘥晒啊！不過喺台灣咧，如果用航拍機嘅話咧，係要去民航處嗰度申請嘅。不過唔緊要，呢碌嘢咁長，拍到航拍效果嘅，試一試佢，快啲快啲！哇！呢度係信義區，亦都係我哋最後一站啦。
好遺憾，原來信義區嘅夜店係要假期前夕去，我哋呢次平日去，鬼影都冇隻。行到攰啦，我哋啱啱行咗幾間冇人跳舞嘅，冇人跳舞，我點樣展現我熒光舞王嘅舞技啊？飲啦，有夢最美啊！唉，飲杯啦，飲杯飲杯。今晚瞓好啲，發個靚夢，揾翻條靚女啦喺夢入面。年青人，我哋夢中相見啦！夢中相見啦，年青人。去到呢一度就講下點解去旅行一定要帶埋 Insta360X4 啦。首先佢係已經係升級到 8K 畫質，你睇啲畫面幾咁細緻。第二個呢，就係去旅行成日都會錯過啲精彩嘅時刻嘅，但係唔緊要，360度全景拍攝就可以做到先拍攝後取景，你影晒啲畫面咪唔使驚冇 footage 咯。第三，佢配備咗 Full Stay 防震技術。就算我一路踩單車一路錄，畫面聲音都依然係穩如泰山嘅。第四，佢配備咗好多實用嘅配件，好似隱形自拍棍、3米自拍棍，仲有自拍棍嘅掛架，呢啲全部都可以幫你上山下海。去到最後 ，Insta360有一個 app， 入邊有好多快剪功能，你可以利用呢個功能幫你一鍵成片。用我哋 FH 嘅專屬優惠 link 購買 Insta360X4，即刻享有85折優惠，再送多你一支自拍棍。詳情請參考 info box。